宜兰县对去年5月开始，伫咧新城溪有咧做疏通工程，不过有环团是建议爱拆掉部分的薄花，加设鱼仔腿，帮助鱼仔回球。相关单位是表示会搁评估设置。 伫新城溪河川各地真侪关键的议题是县政府办理疏浚工程，要互水流稳定时做的，也毋过违题限制水路加强水流对河川的冲洗，造成明显侵浊，产生落差互溪溪，真歹受到水量丰富的水头洗涤河川。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土堤尽早都把它撤掉，然后让下一次大水来的时候，它有机会自己再摆荡，再把它这个河修复回来。县政府疏浚工程去年12月完成，环境记录者建议，县府会当量早剔除违题，互河川伫洪水期的时会当尽速恢复。 应该会朝向这个部分，让这个土堤把它整平。是，对啊，但是我们就不要让它有土堤的功能出现了哈，就把它恢复，那没问题，我们会配合办法。 县政府答应协助移除部分违题，也毋过新城溪河川自来水公司用来查水的更帮起啦，甲县府为着维护河防安全，施作的过程中也防认为的影响河川生态有环团建议，降低更帮起来管道伫过程中设鱼腿协助生物回游。自来水公司他们为了取水所设置的钢板桩的部分，那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反映，把环团的这些意见能够再做一个评估。 那至于说固船工的部分也是哈，那如果在不影响整个河岸安全的前提之下，那固船工的部分我们会做适当的一个评估跟处置。即马是曾经实际农业用水需求增加，农田水利署进行维园储水作业。虽然老人的缺口河水会当到水尾，也毋过新城溪也是出现断流情形。面对气候变迁，安怎兼顾用水需求甲生态，继续考验公部门的应变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